啱啱啟德郵輪碼頭先至俾人揭發老鼠為患，雖然環境衛生就欠佳啦，只不過原來7月1號嘅回歸慶典就偏偏揀咗喺呢個老鼠樂園度舉行，而呢次喺戶外舉行嘅回歸 show 唔單止邀請咗香港樂隊 RubberBand 同埋 Mr. 同場較量，就連韓國樂壇天后 BoA 亦都會擔任表演嘉賓，而呢次亦都係入行13年嚟第一次韓風式襲港，而同樣都係 SM Entertainment旗下嘅偶像組合 FX、Shiny 同埋 EXO， 到時都會跟埋師姐一齊嚟香港，實行喺回歸 show 上面勁歌熱舞啊！而今次嘅回歸 show 可以話係集合咗香港同埋韓國兩地嘅唱得之人一齊合作演出，所以唔使估都會有大批嘅 K-pop 迷同埋內地 fans 一定撐場噶啦。只不過香港嘅市民都唔使驚嘅，因為我哋可以優先購買飛啊嘛，但係就手快有手慢冇啦。